上车来做事。阿婆，嗯，俺当久无问读跳哪模的，嘿妹，读较强着诶。啊，今日上个台后背有发的包包头做题目，俺看到懂做嘛种题，按久无读诶，迄种诶较毋记得了。你说人诶了，你迄唔记得啊？迄难事。毋记得咧。哦，唔记得。好，俺就读简单的马尾。马尾，俺迄高的哦。你读过诶啊？较看起来较后生。系啊。你按讲做嘛咯？基本嘅18岁我会养啊。俺过小的时间都会唔当会读的。系啊，过小人读到国中落嚟啊，国中读诶，到高中是毋是爱读头那模啊？嘛个人家是晓得的啊。俺哪有去个晓得迄唔想读的嘛？有很有吗？有咧，有讲吗？当讲。给当讲的，俺离去散步，好，好啊。嘿，出来。两姊妹。啊，好，两姊妹出去散步。阿婆，有。你用按枪，退休按久的，还记得应用的他头哪无？记得啊，迄小朋友讲，阿公乡下做安导员的啊，做安导员，因为就细人的寒暑假，因为就是紧做事做到。迄同阿公乡下开剃头条，系无？系啊。那个细人的剪头哪无？要几多钱？细人剪头那么改半元。改半元听听。系啊，太阳讲3元。跟你天头哪无？啊，天头那么15元。佮用20元。跟你穿的比阿公较大的哦。比阿公穿较大是唔会啦，就讲大家要合作啦吼。大家做，当然有前头做不嘅。哦。做不，而且又冇分嘅咩？主人那部嘅啊，木水又按贵啊。伊种嘢，佮以前煮不个较好吼，做酸米啊。伊种嘢叫做豆米安尼啦。上尾就会控制苗诶，你上去看看。好啊。生意啊。我按价咩？按价，控制苗做按多年来按价。好，生日拜拜。好，生日拜拜。看拜会较聪明些无？会哦。会哦。那个下先。那个。好的。还记得以前嘅时节，有到呀同姑姑乡下下毛笔诗。系啊，寒暑假哈，几多元噻？3元嘿啊。3元钱吧。系啊，3元钱的啊。本来只有姑姑去甲伊送的。系啊。会好的。会好的。伊上课之前就会来无卡。顺带来带人去。嘿，伊看爱咸咸的。系啊。按下。有样。跟你爱写书法。有得奖吗？有去比赛吗？有啊。没去控制没有办的比赛啊？系啊，是都要得的啊。系咪？个控制了比赛可以的，就伢姑姑是讲好了，伢又写到有了，又考试考过了。是。就较认真的。系咪又较认真的啊？啊，俺以前有当皮的时间吗？有咯，真有哦。啊，姑姑迄对人是。蛮皮，起点呢？姑姑讲唔来遐，等下用来哦。俺冇喜好系嘛？系啊，唔是唔喜好。
按无聊，按无聊，太爱有用到读书上做得咯。无用到啊。不过我还喺游戏上啦，因为都不卡，还较无聊。有样啊。哎，我就去上课。啊，好。看一片，按讲咩？对呀，cái风景当好。给去给片看看，好啊。给片看看。你啊。好。阿炮。哎。人家都查洞空条条硬硬，做哪物个？一推物个？一推物个啊？一推好了的变较大细。变矮较大细，颜色上色呢？还会变矮较大细无？会喏。变矮较大细只有呢。哦。一物个？呀，迄蓝胡子，是啊。哦，冻牛呢？系啊，你也无咱大细，要装3岁天天。还迄小宝宝。有无？系啊。哦。姜嘛。姜。好吃嘛。金黄色的。金黄色的。黄金啊。啊，你讲10多了吼，你就会穿成要买金的。穿成要买金的，按吼，今日全部都是色的。做唔得，中咸。中咸。要放翻。要放翻。放的迄咩冻好食无？放要做得，要实在一点，要实在。实在一点咩实在？佮细姑姑就实在咧。系啊。好。要知物个？要知咯。暗糊酸梅哦。暗瓜。暗瓜。煮鸡肉的，煮鸡汤的。人用无看过呢。这是饼较大细。你都藏起来。我爱要拿去当咩茶？好食的就唔分享呢。好食的啊。哦，按太大哦。系啊，爱做。哦。你真的爱做煮本事的呀，爱做拿出来。按拍，拢想挑皮呢。唔要挑皮哦，要迄暗瓜细的哦，种的哦。几几多年嘅？了32年了。32年。系啊，饼较大细。我恨姐姐，恨哥哥，系嘛？几只马介？糊呢？糊嘛？几日有咩饼含到大细？几大细？60岁了。60岁？跟比爸爸还较大咧。系啊，比人爸爸较大啊。你好很重诶。东乡啊。东乡啊。系啊。哦。这只姜苗初尾做9年了，40年16，今年要60年了。今年要60年就乡下同西。原来买给嘛个嘢路皮干啊，古婆啊，买路皮啊，其实不得路皮的饭啊，我说唔起，我说拿来晒，晒是种多了。今日做嚟条条细咋嘛？做得啦。做得哦，要跳鹹。一鹹哦。一鹹。係啊。哎呦，是安尼，迄就要熟个人啊。泡滚水。泡滚水也有用啊。係啊，说到冻吼会发糖。很酸呢。跟基本嘅做嘛帶一3隻。帶3隻啊？我說唔進來。是啊吼，我說一本煮梅本色本棒。本愛棒啱好。啊，你我說我拿轉嚟煮雞湯本色，嗰啲做乜嘢啊？要做乜啊？泡茶。泡茶。調料。是，調料調。係啊，四菌調。做得中國嘅本湯。有呀。係冇？係啊。啱好。好在燒隻筍，吐隻筍，按就按鹹好。那個基本嘅。愛吐愛清鹹，愛清好呢。你現在中國誒，現在做乜東西，你是不愛睇。下班冇本嘅，開玩笑。按好那個基本嘅，我們會煮一隻好食嘅東西，本。來煮嗎？不還是？秘密啊。秘密啊。secret，當然什麼？對。對。煮出這樣。有其他冇？冇想過。做乜嘅？講會奧利度。係嘛？你冇煮酸的，不還是就好。唔會唔會。唔會啊。你就等下你就疊。係啊。好。哦。哇。有這個有泡。看看香呢。係啊。可以了，變色了。變色。變色就做得了。就這個下蘿蔔乾。不用落嚟啊。老人的筍不用落去咧。哦，老阿筍唔不用落去啦，阿筍做唔得不用落去哦。阿筍一定會做中哦。懂吃懂吃，快做事。
跳舞有按用按豆感诶，有看过吗？有啦，有看过大安节的感的啦，安江的感的。但无伫跳舞看过。跳舞无。啊，基本嘅我帶你一邊，會做嘛？摘感的。好，你好，先生好，我係皮鞋，我基本嘅帶阿婆來摘感嘅。歡迎。如果你可以提白來，做得請先生介紹一下亞扎提服務。可以。有沉香的话呢，品种的话是种桶柑，然后还有俗称的话过年的年柑，所以呢，它会在农历过年的时候，它才会结成这样的果实。過年嘅時節才會結。才會大安節的感對安江，種有幾久誒？我們種的話是30年了。哦。在轉型觀光園區的話，今年10月邁向第8年。对，cái cá mè xong要在一些啪啪的黑马改啊。哦，它的话呢，我们会喷那个防晒，然后它是白色的，当然它是天然的，不会影响到说里面的果肉啊。那像这个我们橘子皮啊，洗干以后呢，就浸泡10到30分钟4次，然后皮都可以再另外的再去做使用。啊，对，那个上面有点糊糊的。它是晒伤啊，对，就跟我们人一样，我们如果人防晒的话，对，没有它就会这样子黑黑的，所以也不会影响到，不会影响到里面的果肉，就含黑甜的，对，会甜的，里面还某籽的，对，我们是无籽桶柑，多少还会有一点点籽啊，但是没有这么多。阿婆，哎，吃到哪一只青酱，来让你摘。你要摘青酱，你摘好。你要摘好，哦，对，年柑的话比较大颗，然后会比较皱一点点。跟个用的酱会酱到松杯甜甜。如果要送人礼的话，你可以保留叶子，对，然后如果没有想要保留的话，只要剪根就可以了。啊，对，那跟我这一只送阿婆好嘞，按酱的。哦，有冇有酱吗？冬姜。你感觉有冬甜吗？有，等下你们可以剥开吃看看。真的？对，因为它刚好是它的季节。对。那我们先摘几颗，可以。等一下再来试吃，好吗？好了。好。要摘会痛色吗？痛色。摘。今日再要摘。好啊。哦，风按太哦，会冷吗？唔會。放喺鄉下迄小嫩的。哦。食嘛？见到安姜哦。食哦。会看到一只青酱的，一只，唔见好啊？来，生意哦，小小心数哦。免爱看一下，看有叶的。你再戴墨镜啊？看得到啊？看得到。生意哦，干净利落。来。青酱不能炸体咧，青酱不能青酱已经炸体咧，那还会炸慢哦。寒冬多冬姜。呀啦，哎呀，很强强呢。很强强啊。很强强。迄树上嘛？唔系啊，就会还蛮熟噶。蛮熟啦。哦，蛮熟。嘿啦。给我看一下。看一下。诶。按多好长咩？按多好切咩？按多好切。系啊。哦，要炸啦。要炸冬姜呢？对啊，你中医你是炸啊？系中医啊。哟。哦。炸一只枪哩的，冇叶的咧。冇叶的。树爽。冬姜咧，冇啊，冇酥爽啊。冇酥爽哦。体验完橘子以后啊，我们呢要去做前往下一个的 DIY 的课程。那我们今天的 DIY 课程的话呢，是让你们制作橘子辣椒。那我们前往做看。好，按姿势，小心哦，左手小心。先生好，我基本嘅来做搞咩辣椒酱。唔知你还记得我冇？记得啊。我应该每个同学，嘿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对，那基本就麻烦先生带我做搞咩辣椒酱。可以。那个第一步我会先用下葱、香菜还有姜。啊，油已经腌好诶。对，可以。可以下了，直接折断。还要折？对。
可以吗？可以，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，小心手。香菜也要放。啊，那简单了。哎，简单。姜也要下去了。会弹到。现在我们就是要炸它的香味啊。对，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就慢慢的，对，等它。那平常除了辣椒酱以外啊，敢会和做在做嘛个其他东西吗？我们还会炒橘子果酱，对，甜的。对，哎，它上会是甜的嘞。对啊。我们的橘子果酱，然后炒出来会做橘子酥，这是我们下面烘焙坊自己做的。哎，该不会还会有韩国面包？有韩国面包，对，我们的这边的特色，韩国面包有橘子香肠、海盐面包啊，这是可颂。都会甜咩？对，那什么现在是甜咩？俺阿婆挺好吃辣的，越辣越好。所以嘴巴才会那么甜啊。我行眼前咯。俺想要批嘅米汤啊。一片是批得到呀。来，你批吗？你批到嘛个？我批到东西。很香味。咩东西啊？全部都被风吹走。已经好的呢，真经有金黄色。现在就可以捞出来了啊！对，网子放到锅子上面哦，因为它会漏油。哎，哦，小心不要烫到就好。很香哦。现在油里面的香味都很香啊。那这个酥酥脆脆的，看起来可以吃。还可以吃啊！阿比好吗？嗯，可以了。哦，按钮就好了。对，可以倒到里面就好了。哦，现在下洋葱了。啊，没问题啊，较高调的。从旁边倒，不要从中间倒。它优雅一点。洋葱有甜分，它炸得很快的。而且我们平常要炸黑马盖，要香料很多马盖。这个是桂皮、香叶、八角，还有花椒。花椒黑一粒一粒的，谢谢。搅拌一下，它受热均匀。倒掉。现在可以下香料了。温啊！来拿点。哎，你也温哈？哎，直接倒下去就好了。直接倒下去。倒到网子上，直接倒到网子上。倒到网子上，我们就好捞出来。用夹子把浸泡到油里面。油，不爱啊？呀，不煮。哦。也唔是标在地背下。唔是因为要一点一点捞难。哦，这就泡。很较香呢。对啊。可以了，变色了。变色了。变色就做得了。这就下萝卜干。不用落咧。哎，捞你笋不用落去咧。哦，捞牙笋不用落去啦，牙笋做唔得不用落去哦。牙笋一定会做重哦。豆豉也可以下了，豆豉。这个黑黑的豆豉。没事。搁含了标嘛个？这个先炒一下，好，把里面的水分给它炸出来。哦，水分来炸开去了。对，水分炸掉，才耐放，不会坏掉。哎，有呀。现在水分没有那么多了，小鱼干就可以下了。哦，小鱼干。对。我再放一个，这2个给你放。这明居还有3个。啊，还有3个。还有盐巴。哦，还有白色的好像没看到。我没有看到盐巴。刚刚看到啊。现在我们下香菇。好。跟没含了一段时间。对，要一段时间。对，现在辣椒酱可以直接下锅了，全部下去。按钮就做得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是拌炒，炒辣椒里面的水分。扁啊。有的装到水上来。那做得按钮吗？这样一直搅拌，现在辣椒的水分收干，就下盐巴，下我们的陈皮就可以了。大概1几位？大概要20分钟。那佩涵，你先这边炒，我去准备一点甜点。
按好，按排泄好啦，不会好啦，做对好啦。好好，你先慢慢炒。好，你炒好的辣椒的，那水已经熟起来了。你压会做吗？现在放盐，全部倒了，全部倒下去。重口味。这个陈皮也要倒下去。现在倒下去一起炒。然后给温度一样等。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陈皮，这个甲较杂的甘的嘛。不是改天之前摘的，这个搞那个。之前摘的，今天做来不及用，来不及。要用酒泡过才可以。啊，我用酒会用嘛？该酒。葡萄加。哦。好，可以了。正常。这个抬起来。阿婆。温度。唔咸哦。爱咸啦，爱是唔敢说来，爱咸。爱拢把青苔的辣椒啊嘛。莫一系列就好。好无？好啊。你在天气应该冬假就凉嘞，唔可能你有啥嘛？还是爱这样啊，你这样一个。会烧吗？好香。会辣吗？有够辣，有够辣了。有辣了哦，真也有辣。有够辣了。哦。跟爱生香菇。一点都不辣，很香，好不好？好香，我吃到就很辣啊，你吃到都没有辣。那我们完成了，那我们就是老师有帮我们准备点心，对，试试看看。那都得介绍一下，像这些嘛该。抹茶韩国面包。对的。这个是红曲的，这个巧克力，这原味。原味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橘子蛋挞。阿婆，听来系冇，食到甜的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不会。也就是红橘的。红橘口味的韩国面包。失去了当空间了。哦，阿婆。后餐你冇食呀？干嘛？牙齿会动啊。对啊。牙齿会动。会很 Q， 里面有橘子。橘子，黑果肉。甘的啊。啊。好重好吃。对啊。好吃吗？当好吃，里边当然啦，老板有些 QQ 啦，软软啦，好啦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，不客气。那你今本日做的甘美辣椒酱，做得带转去吗？可以，给你们都带回去吃，品尝看看。安自生，平常安自生，跟俺今本日就要用甘美辣椒酱做特别的料理本身，好吗？好啊。好。好。那同弟弟们请我一搞冲天炮。哦。我就用手拿的，就点火，一自拍就快铁，就轮转，就转到那个师傅。冇啦，转到去脚行那个。哦，真嘅。爱同弟弟就爱用阿婆。动吃，快做事。阿婆，你也可以做乜嘅本藝食？我哋喺度做五個本色。係咪加其本嘅加係藍布子？係藍布子。那個辣椒誒，個葱誒。我吃醬醬咧。係啊。我切好啦。我切。好唔知人。然後我用木做好，哎呦，安強哦。做慢車種，你唔會散開咯。切係種種嘅唔會啊。哦。
迄个切切啊吼，就差不多。还记得啊，以前过小都高中的时节，我都会生煮的饭，从早晨的饭啊，还有蛋饼，到安布亚的炒苜菜，炒玻璃菜，还有鱼的雕菜的。还记得我清好生鱼的木煮，系咪？系咪？特别木煮冇本事都就唔食饭。真记得。嗯，我木煮我就唔食饭咯。系咪？唔記得一個事情。哎呦，對，唔點啊？我也同講，我清好生做嘅飯，一下都係爸爸做嘛。爸爸還好，唔點用嘅嘛。用啊。佢就當會加一些奇怪嘅東西入去啊。加好料嘅啊。炒飯佢加豆瓣醬咧。係啊，加豆瓣醬。你乜嘅時節會做菜？我6歲收啲呢，8歲我就會煮飯。我真嘅呢？快嘅。以前係唔係還有天數攀做嘅人？有哦，不過我攀去到天嘅攀做嘅人啊，吼，還是攞去洗菜哦，豆菜天天哦，我冇攞去徛木山哦。還有一張人當然是。一種人當然是啊。係咪？佢其實見啊，唔做事啊。你講嘅係捱冇？一下嘅。唔係，老係窮下做事。佢頭家還是見佢講誒，我做嘛，其實見呢啲安尼三東三西是錯嘅啦。嗰下係一隻，老係窮下做事是講誒，家頭家樣咩係唔做事嘅？我講冇啊，就咩係唔算嘅。我講唔咩哦。還慢人吃，我講還繼續吃嘅哦。佢講佢幾樣沒吃嘅，你都要吃。然後下個頭家樣是還我講去吃嘅啊。啊，個其實就人係講嘅種人啦嗬，佢搶下做事嘅。其實講我哋徛到嘅，我做嘛？我徛到嘅就人天數嘅呢。啊，因為人當好呢。係啊，見人當好嘅人啊，當好嘅人就人係做啊，就其實。頭家樣是本講豆菜哦，你稍微豆幾多裝作，鹽的鹽豆2裝作，蔥的鹽豆4裝作。我用呢度一隻豆菜嘅哦，呢度一隻豆菜，佢啷個豆咯，我哋前面標，你前面係矮豆嘅，夾個係後尾夾後尾將2裝作先啲咩？豆起啊，做佢，我就執個豆起，我豆起佢個豆個食飯的人就講。我哋有了，我哋裝作了。你講因為有呢，一隻飛人家，豆呢過來的人講。我有豆呢去做下。好，我變落去，我變落去。好。有開過嘛？有。那個呢？愛幾久才會好啊？15分鐘就好。那個呢要等15分鐘，我就先。準備我嘅炒飯。炒飯啊嚇，好啊。你就期待下，你就坐等。好。唔是唔痛。唔是我痛。我這個吃。好啦，你什麼去做？我基本要做嘅就係家下做嘅。乾嘅辣椒醬炒飯。炒飯係咪啊？好。我狀態以後睇埋煮菜本身有得會緊張。唔使緊張。唔準係應該唔會學呢度。唔知有做。我先調切，然後家下調料。跟人哋炒飯，從而切油油嘅哦。係啲。按樣。咩？你啊，夾切到做2隻，切下油得嘅，唔按盤。牙齒唔好嘅嘛。開玩笑。係啊。還記得我第一擺切菜係切玻璃菜。我記得啊，家長叫做咩？骨燒3元錢。3元錢，唔講嘅。唔免冇嘛搞啊，就講哦，菜標去洗下樣洗，
哦，就哦，嗰個浸落去，點落去哦，拿上來，哎呀，係冇？係啊，佢浸落去，拿起來落上車來，調料啊咧，要再個浸到轉去煮。唔過就會加米湯啦，當好食。我一下到台北去家聽係冇？我有段時間咪會去家煮玻璃菜來食。因為辛苦咯，按到時係去家當飯順咯。按到時我加嘅係冇？係啊。你想愛加嘅冇？係啊，我想做下睇呢。你想做下睇？很姐姐喂弟弟哥哥，我係冇按夾。細細個唔係記得冇？記得嘛嘅？我係唔講，啷個洗碗，洗到吹到遠就吹到香去了，最拿來安尼洗。唔講按用洗吹到，按強按嚇人。你愛洗時節同親愛同弟弟教字頭誒？係咪教字頭教到？喺你嘅部面前嘅有嘛？嘅防水嘅。日本嘅字頭放上去放爛去，放在空安睇咋？都幾很吹哦，真係看哦。啊，董演啊，我嘅作品呢？係啊，係冇？董演真演，兄弟係咪？兄弟演，兄弟火腿按，那有按太空？有啦。花女。唔准你看啦，看出啲嘢啦。跟住係有一件事情我同你講。乜嘢事情？唔可能唔知啦，因為佢冇發生。就係我同弟弟咪親愛教沖天炮。哦。我就用樹拿燈，就點火。點火嘅時節，佢就當槍快睇啊，唔知就拄好按樣釀東西啊。個自拍就快睇就亂轉。哦。就轉到人嘅師傅。冇啦，轉到係腳行嗰個。哦，腳掌順。我同弟弟就按樣，阿婆。幸好彩是冇不用睇，不然你的屁股就要開花了。不會啦，阿婆會照佢啊。不過我洗嘅時間我卡皮，也係好夠，唔係卡皮，卡牛。哦，卡牛，也係弟弟卡牛。哦，細細個下唔卡調皮，乜嘅東西你在抽癢。抽癢係嘛嘅？抽癢這個意思你說癢。哦。你喊按嚟切。我弟。我一下到台北咩在唱歌跳舞嘛。係啊。我洗嘅時間係咪就會因為不用出街嘅時間啦。係啊。你就睇到有人在搞唱歌，你就去看。係咪去頭舞國小啦？頭舞學校啊。哦。係行到嘅歌啦，按個學校就唔知係主任啊嘛，都個學校門口起點啦。我話是講。老師叫我咩老師哦？嘅主任哦。嘅主任哦，我講我堂堂用流彈歌有人唱歌嘅樣啊嘛。佢講有啊，有老師都會教啊。有老師都會教我講，佢講唔上去看啊。我講做得上去啊，叫我做得啦。不管是上去看，反正是小老師都會阿公唱走遊覽啥噶哈。以前做遊覽手機做過的啦。以前就認識。以前是認識的。嗰陣張讀書學嘅咩？個小老師就講，帶配還帶人孫的，嚟搞起唱歌。我還沒帶你，第一個禮拜3晚還是帶你去，你就看他作品是見識。哦，小老師講，哦，做得。老配喊來學唱歌嘅做得咯。因為我當好唱歌啊，我就唱到一下，中間沒有表演，唔會來看我。係啊，小老師教歌嘅，還有耐書去唱歌嘅，桃園火車站嗰度哈，龍塔，嗰個桃園嘅關子啊。還有宋天師，還有宋農業大擂台。農業大擂台。不過嗰時間我。就因為當農業比賽嘛，然後當到同年紀嘅，就我生於世佢咩生於世咁樣交朋友啦，我就較好交朋友，就唔練歌。爸爸就有時會
甜，不过已经过会研究嘞。向前看好冇，爸爸，好冇？向前看。呀，爸爸又做嘅。目前徛起来顺，冇嘢多多多多。哎，好识想诶，上心爱。我相信你爸爸中下。唔啲 hashtag 相信。哦。小朋友再讲数一样，目标点。好。唔是咪炒嘅饭哦，俺不要半日头家食素。嘿，世界上青好色的炒饭。这个我老冇印象。懂事，快做事。跟俺休闲，做哪个炒饭？先做嘢先。当家。系啊。我基本嘅滚3家段。3家段。我看俺大的技术。第一日膊頭會痛㗎。哦。可能啊，跟住話唔俾人搶，亂打鐵之後，以後呢？以後就做落去啊，做到人成熟啦。冇做唔得按說。我打3。葱喺中落去啊？係嘛？葱喺最後前面。最後。一係捱嘅炒飯，唔係魚嘅炒飯。好。你就等色就好咧。好。小心捱，差唔多金黃色就做得起來咧。先按鈕。好。爆炒蒜頭。先爆香，一点点火腿应该没关系，我们没有那么讲究。按熊。呀，火腿底部没有油，不说加下眼油就冇加按到。我葱上的青米，有得生的，又有得熟的。風是係嘛？翻裝佢嚟嘛？飯唔是啦。唔是啊？有你炒飯很香哦，啲硬硬咗。真嘅，係從細就有在炒飯，就係飯加調油就冇咧。還有卵，因為直接 Andy 就來加一些咧。根本嘅做誒，按腳咯，按腳就按腳，越炒越香。好，聽到係嘛？咩，你真唔俾落去。按用咗咧，好，唔拉，等下等個加起來，好冇？好。我啲唔好食啦。哦，凍辣咧，個冇關係，你就。加那個飯，嚟，我做嘛？冇啦，等下我一撞佢嚟。我感覺我先加啲個調油，本件軟，係冇？係啦，我生下起來順，冇嘢多。我好識鹹嘅，上心愛。我相信你爸爸中下。唔啲 hashtag 相信。哦。小朋友再講數一樣，目標點。好。按鈕，那個是用3鐵，係冇？係啊，用3嚟啊。但唔會냠。這樣唔會黏多。我吃到Andy 嘅卵做得不用牛皮，有牛皮豆。還係皮豆，你有皮豆嘛？皮包啊，是的。粗貨。粗貨嚟啊？牛皮豆粗貨嚟嘅皮豆。用太粗嘅啦。哦。粗貨有嘛？係錄一下。錄看看。我吃到還會再加一些調油。還要加些調油？會不會回去洗身？冇聽鹹嘅。唔會啦。
不过那咱给俺先设一条。好啊，你先试试看啊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这葱也不要弄啊。哦，还有葱嘿。唔记得，唔记得。少葱也丢了。给你做的哦，唔免挨哦，系嘛？我孙做的啦，唔免挨做的啦。对啊，挨得细嘢。佢研究指甲把讲的，落太咸。挨同讲。阿婆，你先加过一下。挨低温用蛮好食的，还有真紧痛食，也系3碗饭呢，真紧。今日炒的饭哦，俺不要分人调大食素。嘿，世界上清好食的炒饭。这个我弄无印象。唔系，你等下就伫的。阿婆，挨饭差唔多，应该5个好嘛。嗰個好咧，唔過我愛油。油。给挨先拿起來，係嘛？愛關體嘛？唔是。咩關體咧？好，等一下。咩？佢愛用夾嘅夾起來，按手。按用咩？個水多。用到壓。好，壓咋？冇嘅。係。不用一同時。按嚟把。按用。按多落去。加啲，加一同。這樣。哦。然後應用。等油倒出來，偷油倒落去，咁淋落去啊。你想要你想要一個碗。按用做得。好。好了，滾了。哦，我撈唔到。唔撈嚟到。好，2隻數。要少喎，有可能。有啦。啊。好，這湯匙拿來，有湯匙。錄啊，錄上黏啊，撈就好。按用的黏。再來黏啊個。哦。好，上黏啊下，好黏啊個。按用。啊，係啊。就好嘞。哎 ，OK。好，開動。好數，好，個 Andy 就煮體嘞，愛煮好嘞，煮好嘞，愛先生唔煮的魚嘞，好，好冇？好，愛其實唔講聲，看睇我即刻做的嘛哈，好，係冇？就拿去炒它。有，冬嫩啊。你先看蓝胡子，给俺示範了。蓝胡子，我吃到肚肚后了。清米嘅時間會有鹹一些的。係啊。我看你煮的飯好吃嗎？我都好鹹，我看是鹹。你看好是鹹。知道冬香種的嘛？有香菇啊，有那個。有香的，也這個鹹種。不過炒個條條係那香。根本嘅，然後我應下來有乜個心情？土太的，準了因為穿成風還是因為帶來出來了當好。不過香蕉專一擺。香蕉。以後我有時間家再來。評量。係啊。就是平去菜市場。本睇下看嘢筍一講。係。哦。講到我同弟弟啊，我就會想到以前冰厝甲鹹鹹，你就會帶我同弟弟去先做了，係嘛？係啊。甲安怎
读幼稚园，俺个带因追了，两肢体，伊说行个片，伊说是行两片，阿婆唔得看那就好。给他讲空哎，给他讲空，给他皮，给吃东西。还有因为沃卡到火车站的贡茶的班次啊，动少，可能1点空的火车，你就会11点会皮爱，然后爱好了，反正阿孙阿做嚟带转来，其实下课的啊，我就帮交代讲抽查转啊，哦，唔吧，淡淡开嘞。哎，小薇，谢谢你，你以前爱听冇拖嘛个书，但哎看到你去上课，然后。等复查的时间，你就想个个名个，你就又在从隔壁跳狗子，但冇发现，讲个又会啦，好的，都羊皮，有段时间都会看，上雨的时间都会看。好啦啊！我爱你哦，我爱你，我更爱你哦。你要赚钱不爱说的，又要带我做一条。有没有翻重咸呢？重咸。但是他是帮我把干的本身。好啦，也冇重点的。冇首先啊，干葱唔知冇干葱啊。感动，没有伤心，幸福，幸福啊！我更幸福哦。带我一条，带我买嘛个专业不爱说，有买嘛个东西不爱东西就，我更爱你哦。什么的转折啊？不算受伤又受下，要做什么的转折啊？爱我照顾好自家，要做什么的像梦。像梦，平安顺遂。要做什么的目标规划的路，要做什么的？会记得，爱念的雅典，规划。